经是战术核弹级别，看来任务又发生变化了。不知道秦姐和那个女人有没有危险？看来潘多拉将军和你的同伴跳到附近的农场了。你知道潘多拉，还知道他是将军？难道你也是西陵使徒？刚才你读了我的记忆。在帝国中，还从未有使徒不经过统治者许可，就连接他的精神世界，访问他的记忆。即便是另一个统治者。这么说，他没有读取我的记忆。啊，等等，另一个西陵统治者。